个人在地前来到台中的雾峰，观光署伫当地举办着花游阿大舞的活动，有美食办桌、草地音乐会、骑铁马旅行，希望透过种种的体验来带动着雾峰的观光。请启动。主持人喊话口号，大家同齐拍开布条，提早为明年1月特别举办的花游阿大舞活动努力宣传。交通部观光署希望透过举办活动，让雾峰变更加热闹，可以让大家看见雾峰的美，看见雾峰的文化、雾峰的艺术。桌顶放真侪来自雾峰农会产品，含真侪项好食料理。明年会含雾峰农会等等在地团体做伙办桌，特别选用在地食材为主，同时卖规划草地音乐会。那雾峰一直就是我们整个台中市的一个非常有亮点的一个地区。为着让更多民众明白雾峰优美的景色和丰富文化，明年初会举办真侪活动，有通吃，阁有通耍，邀请大家做伙来遮佚佗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